的一个书包，写作业的时候背着，吃饭的时候背着，我玩手机的时候也背着。这刚放寒假1个星期，难道是想上学了？还是书包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哎，真的是好奇害死猫呀！哈哈，机会来了，趁他睡觉，我必须偷偷的看一看。吓我一跳！干嘛呀你？你睡觉怎么还背个书包呀？你动我书包干嘛？我愿意，不用你管了。你这2天怎么了？书包里到底有什么？你猜？你别猜了，你就这伤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你肯定猜不到，我会把寒假作业的参考答案放在这里面。怎么还要想啊？哼，爱是啥是啥，你求我看我还懒得看呢，不看正好。哎，谁知道这书包里到底装着什么呢？这么神秘，你们快来帮我分析一下，我怎么才能偷偷的看一下呢？我得好好想想。